擴建香港國際機場成為三跑道系統嘅工程，於2016年8月正式展開。首階段工程係於機場以北填海拓地約650公頃，填海範圍約40海床，係政府指定嘅污染泥料卸置坑，藏有早年其他工程所產生及棄置嘅污泥。呢啲污泥嘅狀態較周圍嘅泥土鬆軟。機管局喺呢啲範圍採用深層水泥拌合法，一方面將軟泥加固，打造填海拓地所需嘅地基；另一方面，避免工程令坑內嘅污染物質滲漏，影響海洋生態。深層水泥拌合法係一種免挖嘅填海方法。喺進行工程前，工程人員會利用土工織物防護膜覆蓋海堤範圍嘅海床，蛙人亦會潛入水底，確保土工織物防護膜鋪設嘅位置正確及穩固。另外喺海床上亦會鋪上約2米嘅沙層。深層水泥拌合法用嘅鑽頭會鑽入預定嘅海床深度，然後注入水泥漿及攪拌，將水泥漿及污泥坑內嘅軟泥混合，令軟泥加固成為堅硬嘅水泥柱。過程中污泥會留喺坑內，唔會影響附近水質。當鑽頭升起時，沙層就會充當隔濾層，清洗黏附喺表面嘅污泥。工程人員會喺工程船上嘅控制室實時監察鑽機嘅位置、水流狀況，以及控制注入海床嘅水泥分量，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機管局採取咗一系列應變措施，以免工程喺事故發生嘅時候對附近海域造成不良影響。深層水泥拌合法工程船上鑽機嘅四周設有第一道淤泥屏障，圍封運作中嘅鑽機。工程船嘅四周亦設置咗第二道淤泥屏障。一旦第一道淤泥屏障出現滲漏，工程人員就會即時放下，將整艘工程船及其工程範圍分隔，防止淤泥擴散。此外，受過相關訓練嘅海豚觀察員會喺工程船上監察工程海域是否有中華白海豚出沒。一旦發現船隻250米範圍內有海豚出沒，就會即時停工，直至海豚離開後30分鐘，先至會繼續進行工程。環境小組亦會定期於工程範圍附近進行水質檢測，確保水質符合預設嘅環保標準及要求。另外，由於部分填海範圍緊貼目前機場北跑道，對於海上操作嘅船隻設有嚴格嘅高度限制。機管局會喺呢啲範圍採用低淨空高度鑽機進行填海工程。首批深層水泥拌合法工程船已於2016年年底抵達本港，透過深層水泥拌合法製造合共約25萬支水泥柱。今次三跑道系統工程係本港首次將呢項技術應用於海事工程，而規模亦係全球最大之一。工程期間，工程船將會日以繼夜無間斷工作。機管局會密切監察工程進度，令三跑道系統於預計嘅施工期及預算內完成。